閣下嘅物業潛在價值可能遠超你嘅想象。自1971年起 ，Century 21已成為全球房地產嘅領導者，業務遍佈86個國家及地區，擁有超過14000間辦事處，覆蓋加拿大、美國、中國、香港等各大城市。我哋將你嘅物業面向全球市場，客源網絡遍及世界各地。Century 21 Leading Edge 辦事處更連續15年蟬聯全球第一，實力同信譽為你提供更堅實嘅保障。Good Luck Team 專業處理各類房屋地產項目，包括新舊樓宇買賣、租務、商業投資及土地發展等。服務範圍不計限於 Markham、Richmond Hill、遠至 Barrie、Niagara Falls、Oshawa、Brampton、Oakville 等地。憑住廣泛嘅地區網絡，為你連接多元客源。2025年 ，Good Luck Team 成功完成260宗交易，相當於每 1.4 日達成一次成交，總交易金額突破7500萬加元。我哋團隊已躍升為全加拿大 Century 21頂尖12強團隊，榮獲 Grand Centurion 及 President Circle 卓越團隊殊榮。為確保每位客戶安心交易，我哋提供一站式專業服務，包括家居佈置、按揭專員、法律諮詢及物業管理等，全程協助你由放售物業至安家落戶，無縫任接。根據2025年多倫多地產協會數據，行業從業員多達70109人，而 Louis 個人業績穩居頂尖32強，位列全行業前0.05% 精英行列。憑藉24年深厚行業經驗，我哋累積嘅專業知識同洞察力，成為你物業交易中最可信賴嘅後盾。未來我哋將秉承過去卓越基礎，持續超越，為大家提供更好嘅服務。點止Good Luck咁簡單？